在河东大娘之言，你听见了无有啊？河东大娘说：“你我是同一对空腔，空腔，哈哈，变作一对空腔。”邻里高床之言，不必多提。是啊，各种之言多提无益，我是第一些旁听。哦，对了，啊，娘子，你看我家的新房。哦，不对，你看你我家的新房。背不了你家的账脸，不对，背不了你我家的账脸，哎呀，也不对，我家原无账脸。娘子，你晓得没？娘子，你生得美艳。你这是做什么？是啊，多的无益，不是第一些旁的。旁的说些什么好语？随便说些什么吧。哦，对了。啊，娘子，我想不出说些什么，那就不说也罢了。哦，对了，娘子，你想说些什么吗？随便说些什么吧。哦。你一点也想不出说些什么，那不说也罢，不说也罢了。哦，一更天了。啊，娘子，夜露已深。娘子身上穿的修罗大衣，需保重为宜。夜露深了，你自己也保重才是。是。
我下边做师傅，谁去与我成夫？偏是我公在陆家府，恨不能与亲长相顾，原来自里莫言不许莫言苦啊！从啊，你叫什么呀？叫啊，兰子。谁叫你嘞？我也不叫啊，我叫钟钟重庆，哎，重庆啊！我与你结把同甘苦，贫富爱为谁君度？我与同山绝。安居不把我负，哥哥，可有安子啊？有什么事？相公与殊不知，府里有人说挖下来，大人与紧要公案立等相上，要相公即刻就去。这哦，既有紧要公案，理当受取。已是这般时候了。哥哥，母亲话。哦哦，哥哥，府里岂有人在外？已经知道了。公案紧要，母亲让你早去早回。好，为父母亲这就去了，与我陪马。是。兰子，我要天明才回，你先歇息事了。母亲念道，叫你早去早回。兰子，你不要等我了。夜落阴山，
东山进，莫家路青大山，庐江里三子城，谁在见一番话，眼见一生东望南，淮南行，早要花影。心儿里呀，我不知是喜是惊，还是问心。受惊了，你辛苦了，你疲乏了。府里回来，可真向伯母上房请安？天色尚早，母亲还不知起身。众亲，母亲，媳妇向伯母请安。你回来了，孩儿才接回来。既是才接回来，为何不来我处，却先知心话？孩儿以为母亲尚未起身。哪里是以为我尚未起身？分明是与你成了家业，把你母亲伯母从轻所塞，恰是此。我在这里生我儿子，新媳妇不劳度也。我
还有什么不知的？母亲不知，孩儿一位往来，来自便明孩儿与母亲问安。一怕无言，然知他真干命你。我要问你府里做你何事？吾儿即来见我。是宋伯母，宋母亲。来子，是我害你受过了。一时无解，总是难免，何必多提？是啊，多提无益，不是提一些旁的。你一言未在，还提什么旁的？不提也罢。第一句是何啊？提来。河东大娘说，你我是同一对空腔。你又来了。哈哈哈！哦，对了，你我结结在父母，切勿多把两眼沉下苦苦。我从前总非只因眼光上。来子啊，你是他一瞧，又是你笑里面也何妨？这可为我去谁梦？请教。请啊！
功夫才断了这五匹布。说句实在的话，像大娘这种人家，远不用保护满事，3天对5匹要算多了。哦，刚才大娘所说，吴东与好女是曾进卢府，他说这数3天，为之苦断几匹。实际大娘不见气的话，所以别人比较故事多了，要比东蔡卢府那还差一些呢。哦，那卢府有这等才怪。那卢府虽与我同是河东，到底非君非妻，我何可赞他，也何必骗你？大娘说的也是，卢府孤存才干，每日记者像是永远苦味。我大娘非也非也，那卢府二手上不足，其几年话真了美，楚楚苦恋教不严，曾以我冤杀人哎。卢府有这等用吗？那卢府非但是容貌美，而且名利是尽。大娘说的是，卢府纵然美貌，尚未匹配，像是家道亲哦。我大娘非也非也，他家夫家一群，早在北人10里红帐，一代出过。哎呀呀，那卢府还是个富实千金，那想必定是娇生惯养，不懂礼数。大娘有所未知，那卢府实正被懂礼数，乃是河东言语。哦，有这等事？是啊，哎呀，就是这家有福公子娶了她也。那周莽王生倒也不少，无奈近女卢府不肯远嫁。哦，哎呀，从前实得与近女卢府匹配，那倒是天上地设一对别人哦。只是他已经娶了。那男子引动世尊，举止实节，今日来便是从亲，也竟与往昔大大不同。实际大娘不见气的话，虽你家虽无与琳琅，实不过是一对空腔。娶了男子是对空腔，杀娶了近女卢府，那不就是对凤凰了？失笑了。媳妇，媳妇向父母请安。为何来而复去？父母与大娘说话，媳妇不敢进上。你大娘以我，也无非随便失笑罢了。师傅不由董大娘问安。哎呦，不劳不劳。向大娘请安。不敢不敢。他总是这样不懂礼数，叫大娘见笑了。是哪里话嘞？媳妇，为何这般事才来祭吧？媳妇夜来才得知了，故而无了这说。是你这般3天才断5匹布，哪还了得？哎呀，3天断5匹要算多了啊！你不用误他，相似偷懒，我为什么不知的？媳妇脸色甚至不爽，实是难为。是哦，家娶你早孝于人，可算家门不严。哎呀，时不早了，这里告辞了吧。哎呀，时尚早，哪里晚早不早了？还不送董大娘出门，不劳不劳。送口许东西，看
也懒得长了。大娘好走，也是请来小是送。当来的，不送不送啊！哪里是什么空腔，分明是这乌鸦了。是哪里话来？大娘好走，不送不送啊！大龙夫非但容颜美，而且名利之金台。非但名利之金台，而且懂礼数，实真非。东家有好女，自称九夫。非但母儿是凤凰胎，而且对我一种为。小家大不应，乌鸦飞进门，我要从中来调停，叫家门楣失了情，不懂大理苦美，终于我儿定远门。娘，你又来调停什么了？托媒不托媒，远门不远门，谁要托什么媒？我不要你去托媒。我儿知道也罢了，不许声张。娘是有孙计。又是什么算计？我年纪还小，我不要远门，我不要。你这个小一撮，你化妆到哪里去了？本来嘛，你小小年纪托什么远门？你笑死我了！我不要你笑我，你总当我是个孩子，哄骗我嘞。呀，说得多好听！你不是个孩子，你多大啦？打得多了。大得多了，惯成这个样子。娘几人哄你来个啊？还是你，哥哥娶过嫂嫂，家里只我一个，是我托媒。叫你不许声张，又不记得。小小年纪不知道，娘替你哥哥。领去上，小姑分言，年妇女必点灯，从家回禀伯母，大娘去也。媳妇，你既身子不伤，且早回房将养，岂管在牢里记着？孟伯母管话，媳妇也好得多了。你倒是辛苦了。媳妇岂用偷懒？啥不偷懒？3天定有10匹苦多。
是焦家的大营啊！娘，伯母啊，媳妇，焦家虽非左营世家，也是书香门第。你丈夫从妻，因为庐江府里，管这些为也免有关。至于你家，虽非大夫，也是小康。这两家的门楣都是要紧的。你看你呀，身上竟穿些什么？伯母，我原知你是贱婆，可人家当你是亲哦。是媳妇真伯母吩咐，少开这个谁事？你可知啊？里里用尽好多事，无理指责能长办，这秉性教养该也难。乌鸦怎能同凤凰攀？闻听此言，情急，伯母身亡是谁心？难知他今不是孽泪涌啊，不问分清。好生在此植树，我在上房歇歇。从亲回来，命来见我。是女儿。
来自我回来了，你路上可好？好，家中都好。好。哎，来子，不要去想命，我不肯。来，收下。可以，头上的花快要落下来了，喏，来，我替你戴上。来子，我府里公务忙碌，天命须去哟。本辛苦，你也辛苦啊！我懒得进辛苦人了。可以啊，回房歇息去吧。我有话要与你说。有话坐下来说。来子，向伯母请安去吧。哦，我休来与你说话。来子，你是委屈了，所以你哭，母亲打你了。原是我不好，你是好的。不，来子，不，来子，我且都知道。你能说伯母不好？你是好的，是我不好。从请你不用说的。母亲她叫我究竟为了些什么呀？没有什么。你何苦问我？你何苦要问？我不愿让你委屈。你又不能为我庇护。你放心。你真过从前你好
我名声，母亲她究竟是了些什么？难道真有此别？我不能生。哎，你我夫妻实有法，是不是数不尽亲？兰子，我偏要你生，你怎怪不生？天！来子，好来子，我不是生你呀，我既认识过你了。我与你夫妻结发同真心，王建功为友。你有什么话不能与我说？我有什么事且要如此说呀？啊，好来子，从前我说与你听。你莫为我伤神，我知道。你我结发真3年，夫妻长生不相见。我是孤马路。夜夜积攒提名气，朝暮侍奉不关言，原是今天3天自断无匹夫。3天的物品已是不少了啊！那伯母愿意来相见，这又何必？他言我是专员，无理贼，容貌丑，学问浅，这是哪里是气呀？平心主要教养少，教家妹妹母亲，你好不知作业。教家媳妇甚难做，我兰子独揽你家班造业，从前啊，你不是趁势取代父母高，将我牵归莫爱怜，从前啊，你受伤神。死去也，那伯母定上路万言。何出此言？你何出此言啊？你我结发真3年，夫妻长日不相见。我知你夜夜记着鸡鸣起，朝暮侍奉不团圆。3天能断无匹布，伯母正好来相迎。你既然是专业无理精，容貌丑又文浅，在秉性教养也无愧，教家何尝是体面，教家媳妇为你做。你可知做了有三生存钱，兰子啊，我就要趁此取得伯母高，将你宽恕尽爱怜。兰子啊，你受伤人我去言，伯母定然如果言。兄
情留下你从前啊，伯母是只一定不难孩子，你叫我怎能杀得下你嘞？你不要哭。母亲，他才就为王烧开修来，我还有什么不知的？分明是欺我不在，为王独揽去了，怎么还是在即？你也好我。母亲不知，他实在还在赐予孩儿10万呢。哦，他竟说我些什么？他并没有说些什么。是哦，我知你好我来，不孝的东西，与你成了家孽，忘了为娘。娘，姑姑帮你，你何苦要与姑姑调停？何苦想同姑姑托媒？妹啊，你今日说些什么话言？你没得笑话了他，谁要你无错来？我也不是说个嫂嫂，不许生长，你毫无记性啊！从前，母亲，看你神气沮丧，心绪不宁，你在想什么？孩儿没有想什么。妹呀，我问你，刚才你说调停托媒的话，不是说让你嫂嫂岂是是谁？从前，娘，你没言语无知，你逼他真的。孩儿不该逼妹。妹既年幼无知，母亲停止。我真的不知，生于你也罢了，不许生长。娘是有顺计，是。你可知无动于公言女子，今日罗府的为是，才貌好富称三季，一人男女尽皆知。绿兰子，不以精彩分可是，应是人心无顾忌，不然举手是作子。你一笑为在他弹空儿，我庭前熏儿他乱插子，把我升堂趴地问当谁，人前悲花的名字，雕塑你无规矩少一字，眼睛中看不到我为娘，只有他篮子。母亲，普天之下谁无过错？不
不可是此也起来之。吕里用在好多事，母亲生的事，母女子怎能长法？母亲明白也。在秉性与教养更亦难。母亲何出此言？你可知乌鸦怎能动凤凰盘？谁是乌鸦？教家大不应，乌鸦飞进门。但不知这凤凰又是谁？湖东有好女，是称青龙。母亲，此言差矣。是什么乌鸦比不上凤凰美？你把儿比我来，凤凰是有凤凰对，乌鸦只好与乌鸦配。娘要从中来安排，教家门楣齐用备。湖东大娘可托媒，终与我儿在匹配。儿女有来自在，怎能有去月老外？历来男子终辛苦，义务别人也不给。那男子欠他把家归，是为把罗夫哎。男子平生无辜吧，不有欠他为家来。就说他晚下去参贼，叫他归去，他关不归。哎呀，死不得也，并非违背梦，不枉娘亲血发怒。今日罗夫是有福，重庆原有来自吾，你三家来自太为夫儿情愿，终老不在几时轮？重庆，你放肆！出言吐语将我武官当面把拦止住啊！怪不得男子眼里娘义务，我再不能动他光阴多。你与我当面对他去告诉，按他天命就为夫。你把男子去活来。娘，那一次当班升堂，原是你啊，是你呀！你，不是你无端撒下哦！
兰子与我早已结了恩义，你啥执意不休兰子，娘也不来勉强于你，这是我再也不能同他身上相处了。我来让他休死，我来让他休死了。我来让他休死。母亲，不哭是此。爱父的委屈向谁诉？我让他休死了。金台两难母亲夫，母亲休得白的，儿我一起听从娘吩咐真是娘的好儿子。女儿，把兰子去还来。我既曾还你，你丈夫还你了？从轻还我吗？吾还父命，修为不敬，从轻。事为不敬，你须留人才是。相公还我何事？母亲，你对他责死了吧？是。兰子，婆母觉得你对他不好，对他实是不好，对我虽然尽心，也还不好，效果不好啊，对效果也不好。兰子哪里不好？婆母相公但管训告，下次改过就是。改过就是。他改得过吗？像是能够改得过的。你怎便知？孩儿原是不知。来自你能改得过吗？媳妇尽心竭力改过就是尽心竭力改过就是了。我看未必。未必？母亲说的未必。你看是哦。孩儿当然是此，那就赶快与他说明。是，来子，我就要与你说明了，就要说了，你听了也不用难受，难受也是无用，只怪自己不好。就在天命，我想你能否回在娘家？从轻把你休了。没有过万与我差错，怎言解释呀？
来子原是不错，为我修理，你有切车之罪。王母我明是兰子回家母兄同妹，也与故为大。说的也是，你听了，你上不是公母，下不敬丈夫，邻里不睦，姑嫂不和，滥于操作，用于书信。我母子为你所改，他兄妹为你争执，无理解释作有，见贼下手，杀是生非，得也用公私的举上，再有一件。四教门3年以来只字不生，上言道不孝有三，无为为大。你既让我交家相言，今日休礼，岂为无名？有媳妇便不是非，交家无你这个媳妇，不劳辩白。从前说是先就休书，天命扶他带去。女儿，把纸笔与你哥哥。天命就在我心，你在外有言语，层次失于从轻，不然就真得应账单，等天命皆早为相。女儿，再为娘为王小心。我是今
是门成婚3年无生娘，在灶外姑娘恩也大，本心是苦，今朝娶妾，我今思两难再回家。自己我也无必忘，我把脏脸见了下，相连落起神落英明做法，才算是神也心不一比，你从去心人是有心悲家。千里梦望家。男子为王，怎等其也？啊！
亲真人羞你呀！问别外一声啼，案前就去仔细比。待我再去就开母亲。母亲，一年来自神婚侍奉于你。啊，血勇们闻不遍，一地龙婆从南地。天色已明，你与兰子小别几句，休书扶他带去。来自你要珍重了，你世界珍重，好事为之，好事为之，莫为我伤人，莫为我伤人。写好学书了，写好。我与兰子待在身边。不可以吧？这上面都是你看不得的呀！我要去拜师婆母。兰子，再等片刻，天色尚早，天已亮了，我还有话要说。不是有啊，你还有公务在身。是啊，我是实些紧要的话。你来，将我从我拾起呀！随便说些紧要的话吧。兰子，你真等好了吗？兰子，我总有千言万语将我从我拾起呀！公公，母亲叫你收起。兰子，
先不管你稍稍回来不回来，稍稍有话你记心上。父母你们要你尽照顾，你姑姑的起居你提防，稍稍在家少成忙，稍稍不在要妹子男子百事父母，从此你非焦家媳妇，不备也罢。天生一命，且早为相。家道陈小康，可惜父母教无方，因此在文在千里难所长，得以用功尽上望，既母子理也荒，欲作交家绝门家，如今男子李父王，实是交家红不慌。愿父母不依，男子年龄去凤凰，为高堂。儿女多事了，嫂嫂，妹妹，你嫂哦，兰子去也。嫂嫂，女儿好不懂事，她不再是你嫂嫂了。女儿。是这般哭哭啼啼，大事不决，是愿为娘尚在生死，要哭死为娘，还是真的回来？姑姑，你是怎样的父亲，怎样的妇女？娘，你为儿送来这一人，从前你毫无算计呀！儿与他夫妻一场，万的夫妻，男子晚下妻子自在千归府里，你是再去送他，是为娘与后弟。母亲可万是你好不孝的东西！母亲，母亲，姑姑，你只为骂我，只为伤心。你不趁这次送他，晚等什么时候再送？此刻嫂嫂2倍之远，你快去呀！要是母亲知道，我随着你到府里去了。对呀，我仍要到府里去呀！去呀！去也去也，来人，与我来吧！
亲而言，你万来之人，特地归来送你一人。一人到了这里，不劳相送，我还有话要说。都许了我了，还说什么？你我夫妻男子有比交家之心，不是你的妻了啊，言妻，你的言妻不在这里，你是往河东去行，如在与我太错关路。来自买子，玉仔，请两灯撇开我忠心关系。来自，好来自，无论你冤中气也好，王强中气也好，这3年来令我苦乐相共，生死相从，今日休你愿非得已，实际分别掐在我亲，你就不念我母亲，你就不念我妹妹，你就不念我宗亲，也罢了，也罢了，你前不念外不念，只念我，念我在这4天大雾长东八镇，背着母亲偷偷送你，来子，好来子，你就让我送你一程，你就听我说几句话，在哪里边耽误了你，在哪里边受不了你呀、好来子，你倒是哦宗亲，你何须如此？不是兰子不要你送，也比兰子不让你送。兰子记下道，你送也无益，食也无苦，啥为你母亲之心，反而不美。母亲知我在府里公关，她甄别知晓。在这4天大雾，此次不逆举的，你说说理此为是？我还有话要与你细说。是兰子不能聪明，如在与我退错关路。来此买子，如在你听见没有？你是关退错关路。玉在买子，来子，来子买子，来子。玉在，你是关退错关路。玉在，请再等片刻。哎呀，相公你算开了。来子，来。从前。宗亲，你醒一醒，醒一醒啊！来自亲，你妈也在。兰子没有走，兰子回来了，兰子在你身来子，来子，你回来就好啊！我也话与你说原言。昨夜晚我也曾为你哭哀切，我是无法家里歇。兰子激动的。来自啦，我
我总有言语千万句，在家中要想出路难开。男子啊，我带你归来送别你，你且是这一要赢不开来。自古道赵康之妻不下当，为什么男子无辜遭不许？你明知男子无辜嘛，为什么你惧怕母亲不开口？不惜爱你一段情，夫妻今晚也无缘。你和我今宵离别啊，我你此生永不再聚首。来子，大哥要你来送礼，财神要你来送缘缘。你是妻啊，灵坛高门少女眷，我来自怎无法与你见。你我夫妻情为千秋万代永不歇。说什么灵牌高门真家恩，恰巧启用来摆酒，我与你结发同真人，往前共为业。从前真人家里对，男子啊，你在外家莫担忧，无论是何须等。我夜里回家中，求娘亲将你收。男子啊，堂上此事不承认，我从亲凭家一事来相守。从前啊，你无需为我做马女，不善从手不难走。男子啊，万事皆由我承受，娘亲与你无大仇。你娘亲的心肠我看透，此番杀了他姐妹，如今莫已成了罪啊！你何苦万把落马头？我莫只害你蒙了血，你不少情为犯一酒，来自你不念莫嫌年当初，你大年不莫年老没年幼，来自你一种分，一种为家将我生。我与你是前世的手共把手，纵然婚配不长久。今天男子将你来从亲啊，是有人来梦记走。我来自从前贤度正宗，是男子不能久的。
男子去也。你真是这样的铁上心肠。是男子是这样的铁上心肠。你就这样的去了。是男子是这样的去了。再无相见之事了。既然是此，众卿也别无他求，你慢走一步，众卿送别了。众卿，我与自从遭此变卦，这一夜之间，我无中举闻。早就准备一死了来
下不为，苦有长短。你是断杀绝无变卦，我必不为一女长短。兰子，唐朝不把真经书尽拜。
不好，老夫人才去安在，带我先吃饼干。慢，既已安在，不用惊扰。姑娘，你已1年多未回家来了，老夫人思念终生，这次回来定能多事些日子。这次，这次是要多治一些日子。可是，姑娘你每次回家，故意总过不了2天，便来接你回去。这回他不会那样快来接我回去的。这才好了。他什么时候再来接我呢？姑娘，请稍待，带我先去禀告大爷。哥哥可好？大爷在前堂宴请，本君他随傅公子，带我先去禀告。不用。哎呀，我是个粗人，实在多吃几杯酒倒也无妨。只是这个做事，我实在怕得紧，怕得紧。哎，你等我的尊位笑我，前些年我保媒男子为人出家，虽说人几句心上小事，便是那些古风败丽、与我俱在。依我看来，你原是怕得紧，只是灵媒男子有拒载罢了。你这说话，旁人讲出来这罢了，与你讲来，我是不服。哎，我原知你不肯问我哦。哥啊，小弟帮你一言。哎，老吴怕帮来。你袖子闻看过不起啊？谁也？哥臂上不着，臂下有余。谁也？谁也？人不可貌相，海山焉可斗量？哎，听见了无有？我称咱男子事过谦虚。哦，难以是此，故可想而知啊。是我在，老吴也，老吴真知我在也。大浪肚里死在山下，赢得9两万块，死做不成就吃得香。来，把酒三杯，哎呀呀呀，这可帮了我的大忙，从我说起。大爷，姑娘为也。啊，男子姑娘贵人为也。哦，这可救了我的命了。保媒回来，我少吃3杯。我还是灵媒回家之前回顾几面。哥啊，就为灵媒才人仰慕就业，总是不愿一见，究竟因为可能失敬。哎，是啊，自家兄弟有我不可，小子有在。哥哥。哦，妹妹，快来见过太岁吴公子。男子有礼。奇怪。为何这个当扮？夜晚到此，定有事故。妹夫来未？哥哥，速来话茶。我看天色不早，让他们兄妹聚谈。我都就此告辞。告辞。现在再请。请。妹啊，你快说吧。哥啊，每一杯许了。你做的好事。小家庭前向你去。女士门中哪有你？嫁出门的女儿，哭出门的水。我问你有面目回家里？我的妹妹早归西，家家婆。
13岁叫你来这句，14岁叫你月在阿姨15月8空儿谈16金台子里人17做了叫家务，指望你8岁到老永相依。今番你有不断事，我认你都是归人为家里，只怪我平素过于宠爱你呀。到今天我看你有面目来想娘的。你虽要欺压年老，欺我粗鲁，大郎失得人事，没有才过也能出气呀。可怜我是有口难辩，是与非呀。在家家婆媳3年到娘家同胞手中不能批呀。亲生的母女与相依，难怪他人更猜忌。女儿不孝无中失气，此时你女儿在无辜处，请娘亲放心，女儿不必来子，妹妹，儿郎，你引我出此下策，你怎能出此下策？为娘哪里不信你嘞？你有何苦责问啊？妹妹，便是哥哥记人不认你了，我是酒吃多了，气糊涂了，我那可怜的儿娘啊娘，你女儿
到门上去评理。娘，今日之变，众卿原非得已，一路之上再三相看，事无天内定当即位。哦，宋卿原是好的，我是个急性子，等不得这许说之。大郎，小不忍乱大门。哥啊，你连来从前，我想原是如此，他终身宋庆龄因与言语，金怀庭上生了女，宋庆天心多余，他娘亲有名，真抗拒。他娘小家堂难再团聚，为何不另姻婚配名门婿？一日离康无，这样的小姐哪里去蒙他娘关心，这是来自于重庆，早已结下誓愿，决意不愿改嫁。这也罢了，我又何非为他不平？是啊，大娘，好好宽慰男子，谁知别过了。该是须来小容。适当来的。哎，好啊，大娘，大郎，是不愿送。不送，不送。小人想把母问哦。少礼少礼。娘啊，你往日总说儿粗暴任性，不是正经。今天啊，大事不同，儿大大的做了一桩正经事。哦，你做了甚事？提起此事，那是我来说，那是喜事。喜事啊！是啊，娘啊，我让他一心娘莫难自卑，定要与妹配人生。是啊，我让他上次奔赴接邻，赵母死了将我
怎么样？娘，我啊没有交老，曾几时忘记哥哥莫相交。妹妹做事不思量，屋里那个比无郎，家无郎荣华富贵为你想，你何苦受那无影郎？屋里那得就无郎，荣华富贵我无法想。望舅哥哥穿无郎，铃铛前进开来往。妹妹你太过言，一次虽是事无疆，我应让我真将你放。你在家门中夫妻，你到吕家要从兄长。句句娘家人模样，我岂肯终身将你养？好了，我看此事还是从上建议，千万不要操之过急。令妹9年究竟足见炎凉，不可责怪。大丈夫一言既定，也能反悔。妹只是我续定了。我被你衙门追。这不妥吧？追。啊！儿啦，你哥哥舍的甚是，你还是慎重才好啊！哎。你素知想，夜睡莽撞，已是为儿设想，更何况无郎身披上衣凉。太岁门里谁不正娘？儿来你睡觉啦，实只等了时序上，并不呀再婚夜无悔。心上，儿啦，你要好好想，心处伤，莫为了为娘与兄长的苦心上啊！何苦啊，娘啊娘，你莫悲伤，你儿是生病母兄。好啊，又是上等时候了，儿啦，家具一定必须出国，你
要做出准备，嫁衣才是。娘，你是去歇歇吧。可一层，可一层。
这里有人来了，回家去吧。你又来哄我，你说过这个时候，这里是没有人来的。谁又哄你来？你看，这马蹄声不是有人来了吗？又是什么马蹄声呢？姑娘，你在听啊！哎呀，这马蹄声我是听得出来的。听出马蹄声了，我原不曾哄你呀。不是啊，怎么？我是听得出这马蹄声呢。姑娘是啊，他的马小家姑爷送亲来也，小家姑爷来了。策马加鞭，喂，来子啊！送亲故事来自送亲。因我今生再来此，今日来此，啥也不知。你可知我天天盼着你来？我知道你是天天都在派我到此，婢子与姑爷问我，你不要再叫我姑爷，你的姑爷也在他守衙门。宗亲，我是母兄相比。我知道你是母兄相比，宗亲，伯母她可在？来子，记得写词令我结下重日。谁知你母兄相比，我又殷勤来自，陪杀不为，私动青纱，依然长青；私动似水，成就长日。可怜我早一就告，晚一相思，就得苦相得此。谁知母亲她一意孤行，来自是我爱苦你了。我有面目见来自我也在苦苦哀求千百次，真乃是娘亲不肯家里事，我重情枉为一男子，这一生啊两相令我难待日，到如今啊里落花依然
何必难为母？我不是想看告知我全是。姑爷，不是彼之多言，自从姑娘忘却归来，总是一泪洗面，真生死不能，可笑不成。今日之别，乃是老夫人我大义相别。姑娘胸中盟约，谁将不必离开？故而到此，他是早也盼，晚也盼，盼了半年有余，好容易今宵盼上你姑爷，想不到姑爷你既不招他为夫，却要姑娘为门改嫁，难道姑爷为此而冷漠？为谁话不知情与长？你姑爷为我举在花。为了他也，从前啊，父母嫌弃不肯死，你也谟的为门事。你可知我母兄生我约为家门既无事，尤其呢我在娘家长久子，娘三道先家得福里，后家太守子，过三道才家女中到万家门，此次受给兄嫂子，他们是立在真用，世人尊啊，我是若为应当，我是。来自你们家苦中我亲自化作情无能把何招子，我不给娘亲也不无事，我不给你来承受，不该有来事，我不该背了心意写书，我不该连累你，还回到去苦相思。来自情
亲啊，你家为娘心得你好苦哦。
万事正义不从，难道我这条老命还比你珍惜不成么？为娘千方百计，无非是为你怎么一点也不知哦？我还有什么不知的？分明是有了兰子，弃了为娘。你要死，娘也无法拦阻于你。这是你死，也许娘我先死。娘，孩儿旨意已定，死而不孝了。从前，你好狠的心肠啊！娘，你的心肠也未尝不狠哦。从前，你的天了贼呀！娘，儿的天亮早就被娘逼死了。从前，娘的命苦啊！娘不必如此，凡事由娘做主。为娘这才休去，武东大娘她若再不答应与儿为媒，娘便死在他家。你好生在家等我为娘。来日好生侍候相公，小心门户。
小学毕家境，日见他一门开武去天津。哎呀，是啊！今日是他再回去，是我爱月就吃的也得吃，今日苦恰都来比是苦恰空伤心。谁知人共珍惜？举手吩咐亲自王家寨呀，碧水呀，泪难抑。总去，无限意。